各位老师好，我是朝朝暮暮音社的怪怪，我是朝朝暮暮音社的社长，网名就叫社长。今天的曲目是我们社声声慢作曲编曲的《桃花源记》。我说朝朝暮暮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小金珠的娘家社团。是吗？我说声声慢是因为看到比赛规则，报曲目的时候要说明作曲和编曲人。同学，你不用紧张，我们这儿呢肯定不是徇私的地方，这几大社团人都在呢，我们保证公平公正。是啊，你别紧张，我选的也是声声慢的曲子，他就是作品多，没事的。对，咱们准备开始吧。我给你教，嫉妒？我不敢。谢谢老师。我来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抽到的是2号。我没有社团，我的网名叫半瓶子酸奶，然后我选的也是声声慢作曲编曲的《桃花源记》，也是你的曲子。这位同学就是建议一下啊，因为这首曲子刚才已经演奏过了，而且我们觉得效果还挺好的，所以你有没有准备其他的曲目啊？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在网上发的作品，所以对于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好，尊重你的选择。谢谢。值得骄傲。你们今天表现特别的好，真的。我先出去了啊。莫老师呢？莫老师，我不是评委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既然都来了，那我做东，请大家出去吃点东西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吃啥？各司其职嘛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啊，好。东西先放这吧。那谢谢莫老师。走吧。拜拜。去吧，拜。是好。到了。突然间发现，这家味道还不错。非常抱歉，今天已经满了，请问有预定吗？姓莫，定的下午2点。对，莫先生，位子帮您留好了，上2楼。谢谢。请。这边。莫先生，好。来。我们下午茶点心是固定的，但每天都不一样。你们先看看想喝什么茶，我去准备茶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
你什么时候定的？上楼前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？看了一下走调手里的名册，问了一下。来吧，你们先看一下。哪个好喝？我们第一次来，要不您推荐一下？我也只来过一次，盲选吧，大家都一样。行。你想喝哪个？我喝这个吧。这几个我都想喝，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喝。没关系，你随便点，不好喝的话喝我的。那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。那我要这个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。浓情蜜意呀，羡慕死谁啊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有一个好消息，第一组你的分数最高。哎，今儿我请。没有任何的掺水啊，都是他们自己打的分。玲珑剔透选了你做的曲子表演，想跟你聊一下编曲。你呢，还没有决定上哪个节目，但是有人看好你，想认识你一下。有时间吗？等一下4组表演完，我们回去一下。随时有，随时配合。认识可以，可不能抢我们社的人啊！哎呀，不能够啊！我一辈子都是朝朝暮暮的。粉丝，他俩歌我都听了好多遍了。你看没关系，他都准备好了，现场听的能一样吗？现场不一样。对呀。社长怎么办？啊？对了，你是社长，来，撒手。那个，我们得好好聊一聊。你女朋友借我10分钟啊！我刚听了你那首新曲子，怎么样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，但是我想要在古风歌会上唱这首歌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那是我的荣幸啊！不过词这一方面我还没有想好。哒啷哒啷，哒啷哒啷。我觉得可以往4言诗词的方向找找灵感。4言诗词。我想到了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知道我要找谁作词了。这生生宝藏女孩啊！
你看人家有才又不争。王老师，来坐，找地方坐吧。今天人多，点了点菜，大家先吃着。硬菜莫老师还在做。先垫吧一口。你们两个起来，你懂不懂事儿？你让人家坐。哎呀，这背身没干啥。坐。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娘家人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别客气。是。谢谢。菜来啦！哎呦，别走，小金猪来啦，辛苦啦！辛苦了。接一下。要做鱼，莫老师做鱼好吃，大家尝尝。莫老师说还有2锅腌笃鲜，大家慢点吃啊。好。怎么又腌笃鲜啊？名菜吗？腌笃鲜是一道有意义的菜。对。什么意思啊？腌笃鲜什么梗？你少碗宽的，你直接说呀。哎呀，这提到腌笃鲜啊，就不得不提到他们俩第一次见面的。行了，别的说，吃饭吧。什么都没说。走着玩。吃饭。哎，快来，先给你尝。来，快撕。比饭店好吃，你尝尝。哦，我去给他们拿碗盛出来吧。就是人太多了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怎么了？你不懂，这叫情绪反复。情绪反复。作为锵青瓷的粉丝，我有合理正当的身份，情绪反复。看到那些和你一代的人，我就会想起这个圈子刚起来的时候，再想到你就要退居幕后了，就会突然一下特别难过。你对我来说，不只是莫倾城，还是锵青瓷。我喜欢锵青瓷，可比喜欢莫倾城早多了。那看来，我要跟网上那个账号好好聊一聊了。哎，什么味儿啊？真香！哟，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啊，那个我本来想给你们盛出去的，既然你们来了，就端着喝吧。哎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不客气了，不客气了。来，这碗给我，这碗。哎，好，来。哎，听说这腌笃鲜是你们定情菜啊？我们几个赶紧过来了，生怕不够分的。想吃什么？腌笃鲜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还合你胃口吗？这家店做的很好吃。这个叫什么鲜来着？哎，对，我也没记着，我失忆了。叫什么？不记得了。什么？叫腌笃鲜。哦，这下记住了，腌笃鲜。不过现在不是吃这个的最好季节，你们可以冬天再过来，正好吃。
冬天。哦，冬天，在冬天定的情。懂了啊，这个意思。来的不是时候。那你会几种乐器呀？肖江啊，体育馆你看了没？我要确定宣传海报的数量跟位置。哎呀，看了，我这来来回回不知道跑多少回了，因为现在旺季嘛不好定，但是最后啊还是定了大小几年最爱的那场馆。放心吧，我跟他们说去。哎，你别玩了，你们晚上是不是住这儿？啊。你住这儿的话，你看看这肥皂家那么大，你们不住，非在这儿挤什么啊？赶快过来帮我干活，住这儿就帮我过来打地铺。来，不是住我家不好吗？哎呀，你一个人一个屋，早上睡醒了还能打高尔夫。谁打高尔夫？干活，我把这个抬出去。这除了我，是真没人愿意去。这也没地方住了，三位姑奶奶，怎么说？去我家住？我就不去了，我住朋友家都说好了。我们不去了，不方便。我家挺大的，前辈。第一，你是男的；第二，我明天有一个录音，要找一个有乐器的录音棚，问了几个都离你家太远了。让他们是啊，你看，早跟你说了，咱们办事里边。哎，去你的！瞎操心。要不去我们录音棚吧？我们那儿能住人，还有乐器。那我要是去住的话，你给我伴奏怎么样？哎，不是，这位同学，这位老师，你怎么又不是说好了人家考虑几天吗？你这犯规啊，严重犯规。那你过去住啊。我这是近水楼台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咱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好。哎，那我开车送你们过去。你车也坐不了这么多人啊。我也有车，我也送你们。行，那你们就先收拾行李，然后我们俩下去取车。好。待会儿见。那我帮你们一起收拾行李吧。我从美容院搬了2张小床，再加上那个大的沙发床，应该够你们睡了。正好我和2月睡沙发床，你们俩睡小床。会不会有点挤啊？你们俩睡吧，我就回去了。哎，不要啊，人多热闹，像回到大学一样，还能夜聊，多好啊！对啊，一起住吧，乖乖。看得出来，渐渐想和你多了解一些。主要怕你们不习惯，长途跋涉还得挤1张床。没有什么不习惯的。我们以前线下活动的时候，都是和朋友挤在一起住的。我知道，看过你们访谈。这个呢是刚在楼下买的新的洗漱用品和牙刷。谢谢小金猪。对了，生生，以后我们一起睡吧。哎，对啊，生生，上次杨树我都没机会去，这次终于见到真人了，一起住嘛。可是睡不下吧？咱们挤挤呗。你就和我们一起挤在沙发床上，帮我们劝劝。住吧，明天早上我过来给你们做早餐。他们俩呀，老是问起你，想找你约歌呢。好，那今晚上就陪你们一起。太好了。那，这明明是你们社团，搞得我像主人一样。嗨，没事儿。孟老师啊，那我先回完美了。哎，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走掉，我还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玲珑剔透选了我的曲子上古风歌会。真的，恭喜你，恭喜！你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但是词儿呢，我没有想好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让我写？真的吗？没问题，我一晚上不睡觉，我给你写出来。行，那我一会儿把谱子发给你。你现在就给我呗，我现在就想写了。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忙完了之后发给你啊。行，那你别忘了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嘞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行，弄得也差不多了，没什么事儿，那我也先撤了。明天早上大家等个早餐。好，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那我先送一送他。走吧。快点回来啊，生生。我觉得健健真的很喜欢乖乖。乖乖本身也很好。那你猜乖乖最后选北斗小星还是健健？我觉得会选健健。我也是。好了，不用送了，明天早上7点我就过来。那你路上开车慢一点。到家了给你发消息。那我等你消息。
好。我回来啦！咦，珊珊，疯了这么久啊！那你们要不要喝水啊？我给你们倒点水去吧。谢谢小弟，谢谢珊珊。早。小声点，他们还没起床。给我吧。你睡的沙发。总不能让客人睡沙发吧？陪我一起做早餐吧。他们昨天在筹备组群里夸你呢。夸什么呀？听说你们昨天合奏了《桃花源记》。他们说想听合奏。他们想挖你，我跟他们说，就算完美配音想挖你，都难如登天。我是作曲的，去你们那儿没有用武之地啊。你对这里有感情，就好像我对完美配音。开饭了，吃早餐啦！来啦！快坐。枪琴词做的早餐呀！哇，我一直羡慕你们完美配音的人，今天终于吃上了。是啊，这丰盛程度，妥妥吃撑啊！哎，我先来2根这个，吃完早饭消化消化。也不知道这一次吃完，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吃到了。哎，我再给你个办法啊，加入朝朝暮暮，这儿可是生生的娘家，你在这儿还愁吃不着人家亲手做的老婆特供家庭装吗？要巧克力酱吗？我去给你拿点。不用。哎，你们平时也这么开姜老师玩笑啊？经常这样，习惯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每次呀，我们跟他开玩笑，人家都不理我们，你知道吧？一个人要是越不搭理别人，就越容易让别人想逗他。逆反心理呗。姜老师，你也不跟他们急啊？小把戏都懒得搭理他们。谢谢。对了，你决定好了没有啊？哦，决定了，我跟着你，给你伴奏，痛快！姐姐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珊珊，活儿我搞定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大家都起了，坐早，你先坐。你这首曲子和《诗经》里面的齐豫简直是天作之合。振臂齐豫，履足一翼。好听，好听。太好了，特别好！我一直觉得这首歌音符线条太长了，不好配词，没想到配上这首《诗经》，整首歌都有魂了。你也觉得合适？太好了，我没白熬。啊，你不会熬了一整晚想出来的吧？我昨天回去太激动了，我一直想着怎么才能把这首曲子配出来，然后我就没怎么睡觉。你快吃点，奖励你个枪老板亲手做的三明治。谢谢莫老师。你看看，真好吃。振臂齐豫，履足一翼。又非君子，如切如磋。谁呀？谁呀？哈，你们怎么来了 ？Surprise！ 这刚好，他们这个门票预售啊，人手还不够呢，进来帮忙。快，你看我说什么来，是不是要人帮忙？你们来的真是时候。你刚起啊？刚起来，困死我，还没起来呢。妈你，空手来，好嘞！快看看谁来了！哎，哇，这都是谁呀？你不是有来！哎呦，小心！好久不见，真的！快来我这阿姨来了，恭喜！好久不见了，又帅了，可惜话还是不少。哦，咱们多少年没见了呀？多少年没见了，是吧？就是，还是枪青瓷有魅力啊，能把你们都叫过来。哎，
咱们王可没有魅力吗？啊，想不想吃饭了，莫文？哦，对，先吃，来，走，吃饭，先吃。哎，杜总姐。玄兮，瞻彼其鱼，履诸侧，又非君子，如今如昔，如归如彼，况兮初兮，以中交兮，生兮虚兮，不为。先停一下吧。出来休息一下，喝口水吧。嗯。不行，社长，这首歌的调太高了，是专门为玲珑剔透编的，我唱不上去。要不你试试？我更不行，我是中低，这歌是 G 小调的，我唱不上去。那怎么办呀？咱今儿不是答应要给玲珑剔透老师吗？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找别人试试呗。我问一下我朋友有没有时间吧。我去开门啊。哎，我不是在这儿吗？您要自己录小样啊？可是我们这儿才刚弄好，比较简陋，设备也没有很好。对，设备够用就好，词好曲好，歌就有了灵魂，其他没那么重要。没错。不然我们今天就把成曲录了吧？啊？在我们这儿录成曲啊？我对这个歌呢，还有一点自己的想法。我想要在第一句的尾巴加一点装饰音，让这首歌显得更有古风的韵味，就好像瞻彼其鱼，就一点点。明白，我觉得特别好。那编曲上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比如说在副歌的部分，我想加一些中国大鼓，这样我觉得在舞台上会更有气势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吧。好，那老师您进来吧，我帮你调一下设备。玲珑剔透老师，那我们开始了。瞻彼其鱼，履诸青青。好好听啊！
有非君子，宠儿效应，快便入心。色心先行。牛啊，全美！哎，这场地可以啊。这次要是没超水平发挥，都对不起全美老师找这个场馆。哇，这次可真是玩把大的呀！啊，哎，你说这灯要是全打开了，这效果，何止灯效，这儿的音响设备也是全市最好的，是吧？完美配音担当，当然要配最盛大的。平面图拿到了吗？哎呦，黄老师，强老板，哎，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看场地还是要过来的。平面图怎么样？挺好，是吧？就这灯，我们的舞美在这呈现的话，效果应该我把舞台录必须的。哎，组长，我说这啊，后面要来的人住宿安排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把舞台的事先弄了，好吧？那个你们哎，愣着干嘛呢？快摸完，商量，不要拍照了，快把主要你们两个这个距离给拉开了，好吧？等一下，走调呢？走调，快把你先给定了。哦，好。快，你这没上过台，你还在那看什么呢？商量，快走调。来了，来，这边上，你中间上，直接上就好了。这你能直接上，你小心点。咱们先把那个木木，挺长的书包就不要弄这儿了。总之，快，木头就先上呗。这台好大呀！你们是这个上，然后走调啊，走调，你先在这，在这。对，我们主要今天就是定你这个感觉如何？你去站那边看。行。太偏了，往里一点。往里点，在这个边上。这边，你在这里，你不用指挥。你大概我们就是斜侧，然后保持在4到5米吧，这个位置，好吧？我们就在这儿，肯定比大，记不记得？去找红布，下一句什么？看到这个下一句什么来着？将军不可，将军不可，这边开始，交给你了，好，我去安排一下这边，你找找感觉，一个转身，这是啥？这脏，再跑一遍，快，是吧？再来一遍，这是他的动作。然后我先过去安排一下那个怎么样？好吧，我弄这边。到时候咱们就在舞台中间这个位置，对，可以这么走。到时候是怎么说？是什么？这边这么走，然后咱们再往后。走，对。我觉得从这边会近。是吧？到时候你就从这里上。不，你到时候那个速度得多快？对，你用的跑出来。3、2、1，你别坐那儿。给你5秒钟，可以吗？因为很赶，因为他跟女超人这里的时候情绪是很大情绪，所以你过来 Q 昭昭的时候，等到那天晚上，这儿就坐满了人，全都是平时见不到的 ID， 什么职业都有，什么年龄都有，谁都不认识谁。每年这一聚对我们来说就像过年一样，只不过跟不认识的家人。招待家人啊，我们要尽心，知道吧？紧张吗？有一点。孟老师干嘛呢？行了，我们过去吧，把那个下面的再对一下。好，别紧张啊，爬起来，来爬一下吧，爬起来，来。请进。喝水啊？谢谢。哎，看舞美方案呢？来，我看。正好看到你那首歌，
绿竹林和河水的背景，我觉得特别符合齐豫的歌词意境。你看看，好看哎！嗯到时候再喷点干冰，来点追光，氛围一定特别好。嗯，今天第一次彩排，你去吗？卷美是总导演，有他在就行了。我刚刚跟豆豆对了一下时间，第2次彩排能去，到时候呢就直接到晚上表演了。莫医生，病房找。哦，是心外。哦，你先看。哎，西友，明天早上你跟车先把歌手组这些衣服送去体育馆，我得在这儿等一下配音组的西服过来。行，放心吧，没问题的，有我在呢。豆姐，这些衣服可真好看啊！这些都是他们自掏腰包订的，所有人全部家当，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豆姐，我一定会保管好的。豆豆西啊，看我们拉什么回来了？回来了，看看。什么呀，这么多？看看，好东西啊，全是猪蹄儿。这是多少？咱冰柜放不得下吗？今天晚上连夜做，明天演出前的大餐。来吧，咱往那个厨房搬，快点啊！谁买的？还能谁呀？谁爱做菜谁买的呗。还要烧这么多？他最近不是加班一直不在吗？他自己说的。那作为总策划，在开演之前总要为大家做点事情。阿姨他们一听，立刻就闹了起来，说要做菜可以啊，得做给全体演职人员吃。走着，哎呦，挺吃的。别再点外卖，这个连夜做。那真得烧一晚上。还行啊，不是很沉。来，豆姐，没事，不沉。能行啊？能行吗？哎呀，你挺有劲儿啊，你这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皮姐。今晚月色不错。真怕你临时加班。确实临时加了个手术，没来得及给你消息。有干辣椒吗？有，在那边。要多少？不太够，还有吗？要这么多吗？那你去前面等我一下，我去里面拿。好。谢谢，够吗？够了。结账，锁门，跟我回录音棚。好。好。哎，莫老师回来了。哎，晚上好。 Hello， 回来了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都在厨房里呢。累死了都。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猪蹄儿啊！万万没想到，我们总策划准备在晚会前夜煮一把大的。有空跟我开玩笑，不如赶紧帮我去备菜。行，希望你先忙，我帮他备菜。你别睡了，帮人备菜去。也是说给你听的。我不去，你哪去？我俩忙着呢，有活儿。我有活儿。周周，你快点儿，别耽误人歌手工作。你看看，豆姐都教你了。明天的演职人员有多少啊136。136，一人2块的话，272。全都画动了吗？哎，启禀大人，全部都画了动了。你不进来吗？那就再过一遍水，把血水都洗干净啊！记得加点醋洗啊。大人，小的可以说不吗？如果你敢，小的不敢。是这么洗吗？这猪毛要拔吗？不把你吃啊？拿过去吧。
差不多了吧？这个。哎呀，进越南门喽，闻得香，吃不上。吃着，豆瓣酱。味儿上来了。不让我吃，你生气了？别跟我说话。让不动。知道什么叫空气吗？知道自己是空气，就摆出空气的样子来。哎呀，要帮忙吗？没事。哦，好，下一份。来，下一个。回来了。来了。嚯，什么味儿那么香？你冷静一点，这个味道你还要闻一晚上。孟老师烧猪蹄呢。真的？好饿呀！那看这个意思，今天这厨房是用不上了啊？肯定用不了了。叫点烤串呀！哎呀，烤串可以啊，是不是啊？烤串谁要点烤串？啊，莫哥，多点点，多点点。来了，真的多点点。你们俩耳朵是真灵啊！现在只有烤串能弥补我们看见吃不着的心理创伤。还没点呢，你就闻见味儿了。哼！哎，大厨怎么出来了？就2个炉灶，炖1小时，稍微休息一会儿。大厨也想吃烧烤喽。这一星期都没怎么睡吧？还好，还行。哎呀，你以为呢？啊，你以为我这个总导演是这么好当的？总策划大人。哇，好香。可以出锅了。好，那我去拿饭喝。不想尝尝？你不是不让吃？这是大厨私藏秘密。去，给我吃去吧。好吃，就是有点辣。哦，没有米饭了，我给你倒杯水。那我吃完了。这个喜欢吃的话，以后我给你多烧一点。你不懂，第一次吃的味道最难忘。哦，慢点吃。要不要帮？忙？假公济私啊你们！这一锅本来就是要给你们做宵夜的啊，快端出去吧。这还差不多，拿着。那我先端走了啊。木拿筷子。
嚯！哎，兄弟们，夜宵来了！哎，不是说不能吃吗？不是。你尝尝。嗯，是不错。自己夸自己呢。难道不值得被夸吗？值得，全世界你最值得。你多吃一点，一会儿还要忙一晚上呢，吃饱一点。哇。茂哥，收到吗？我们把那个反送音量推大一点，好吧？好嘞，等会儿啊。你再试试。好。各位老师，我们现在最后一次技术彩排了，请大家打起精神来，按正式的来，好不好？打起精神来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好，这位老师，交给你了，我下去听一下。大家先准备一下，我下去听一下啊。快，紧张不紧张？不紧张，激动。好，有大将风范。今天全是前辈，我哪算什么大将？你们阳朔那场啊，我看直播激动的要死啊，疯狂发弹幕，发朝朝暮暮音社，发声声慢。没想到今天我也能坐在台上。那今天这场可比阳朔大多了。逗你的。对，今天是盛世。没错。好，准备吧。大家准备开始啦！走，进场了。哎，来，他就这样，来，哎，就是他。这一份是哪一排？这一份，谢谢。这，给顾生留个座。好。哇，好大呀！还挺多人啊，好多人啊！那边都坐满了。开张这儿，哎，这上面都有沙，很古风。这个舞台好大。哒，干嘛？给你的，拿着。好好举啊，一会儿举高了啊。Hello， 你坐这儿吗？今天有首歌是生生作曲的。真的吗？叫什么？叫奇遇。一会儿上午的话，我 Q 你的。太好了！哇塞，今年的舞美好漂亮啊！喜欢吗？喜欢。快点，都说话别了嘛，也都开场了，急了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小心点。没事。现场的各位新老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绝美沙溢，欢迎来到1年1度古风大会，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盛世之间。这是投票选出来的开场曲。
哇，没事。没事。请别人世人拼搏，此心有我已足够。将步行走吧，前来去自由，身后无话一壶解忧。一路熙攘街头，侧身回首，盛世尽下在眼眸。人间行走，欢迎我来去自由，幸福芳龄。所求，世间漂泊，无畏恩怨情仇，悲欢离合，不过一春秋。我的名字。齐豫，到了，就是这个。他把这首歌作为首发在舞台上有，足以说明他对这首歌的喜爱。我的作曲能力还是很 OK 的，蒋老师。山碧气云，绿竹青青。有非君子，宠儿效应，快便入心。这比我上次在阳寿看神神灯台的时候还要激动。当然了，上次他是和声，这次是他亲手写的歌，林洛斯奏唱，作为作曲当然不一样了。对不起，曲是上上写的，词是我们社的走调提议的。哦，那个迷乐团里面的女孩是我们家怪怪，我们3个人，哪个？弹古筝的那个，一开始激动我都忘记了，就是那个，超级酷的。对。山碧气云，绿竹如草，有非君子，如镜如戏，如桂如碧，欢喜戳心，一桩交集，山溪血兮，不为乐心，山溪血兮，不为乐心。今日的宴会，欢乐难聚成，谈争分享，心声亮入神。非常感谢玲珑剔透给我们带来的这首《灵动天气》。死的也真好。你去后台吧。走调。生生，你刚刚看太好听了！玲珑剔透老师太惊艳了，实在是。王老师，准备上台了吧？啊，下个节目就是了。不用紧张，到时候台下的灯光都是灭掉的，你只用看着台上木木他们表演就行。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对得起完美配音，对得起您的。对得起你自己最重要啊！加油！没关系的，我们娘家人都在，不要紧张。在阳寿的时候，我给你加油，现在轮到你给我加油了。一会儿我在台下也会给你加油的。那我先去观众席找葛小新他们了。加油！走吧，我陪你准备去。我还没玩过来。生生，真的太厉害了！快过来！你的歌
歌真的太好听了，总算弥补我上次没有去阳朔看你表演的遗憾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是我的歌第一次在舞台上唱出来，比在阳朔的时候还要紧张。今天晚上太棒了，学生绝了，总策划绝了，还有总导演的功劳。我刚刚真的好紧张。接下来是完美配音为大家献上的一个配音剧片段，此片段来自去年的年度大剧《江南郎》。我反到，加油！哥，婶婶最近要给我说一门亲事，我不想嫁。若你能收到这封信，务必寻个法子让我脱身。若不得不嫁，我也绝技不会成为你的拖累。若被人晓得是沈策的妹妹，我定自尽。回家了，昭昭。哇，他们换装也太快了吧！你我从军都是为了守故土、保家人、报外族杀戮的血海深仇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有着同样的牵挂，有着一样的志向。今日，沈策寻回胞妹沈昭昭。乃我此生幸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把刀追随我数年，试过真龙，斩过名将，却从未有过名字。从今以后，他就叫昭野。愿今日之幸，与刀同在。愿我柴桑百姓都如我沈策。至亲不离，愿我柴桑大军能守江水100年，百战不殆。愿我中土终有一日驱除外族，永消战乱。我不起鸡皮疙瘩了，太绝了！
感谢各位新老朋友们莅临今晚的古风盛典，也同样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。未来我们会更加努力呈现精彩的作品，我们明年见。这是枪金词吧？哦，枪金词啊。春风一生晚一
如赴宴，平生有事如赴宴。梦去还，梦去醒归，如雁散。亭是离亭，山孤山。一天明月同时看。茫茫烟水，如君送我还。强心思，强心思，强心思，强心思。江金子，今晚的如梦令古风歌会到此正式如下帷幕。非常感谢现场观众的观看，请大家携带好随身物品，注意脚下，小心台阶，安全离场。蔡诗诗，他发微博了。各位，感谢今晚的一切。从今天起，枪青瓷这个名字将会逐步退出台前，走向幕后。感谢你们多年的陪伴，虽未言，铭于心。很难过吧？虽然我们早就讨论过他要退圈了，但是听到他宣布，我还是很难过。他刚刚完美配音发了微博，他也转发了。你第一次听我声音什么时候？这是一道广东客家的名菜，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自己在家做。算是一
我找了你好久啊。怎么了？你别管我，我最喜欢的强青瓷就要退圈了，退居幕后了，我心都要碎了。其实也没有所谓退不退圈的说法，在这个圈子里，有的人因为倦了，有的人因为是非，也有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工作，都会陆续离开的，啊。不许这么官方的说法。作为一个粉丝，我的心都快碎成渣了，好不了了。好，那你冷静冷静。冷静，冷静不了了。你就这么哄人？那我们一会儿去吃好吃的。你就只会这个？谁说的？不止吧？我还会治病，会做饭，配音，唱歌，还会钓鱼，还会弹吉他。对，还会弹吉他。你不许逗我，你要尊重一个粉丝的心情。生生们，江青瓷不会离开。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网上的每一个人，只要是听过我的配音、听过我的歌的人，就都是我的朋友。我其实不擅长说，所以我很少在网上说话。有时候怕说多了被别人断章取义，给喜欢我的人，给我身边的人带来麻烦。
但其实我想说的很多。我也会舍不得。你会难过。江青瓷，无论伤心还是难过，声声慢都会陪你的。冷静好了。好一点。那我们去找吃的。走。是啊，太好了。好吃啊！说真的，总的，看我们这个节目没有？他们都在里面吗？那怎么不进去啊？因为你家这位有觉悟啊，怕被捉弄。进来吃蛋糕了，来了！恭喜总策划演出成功！谢谢大家，我觉得都是大家的功劳，辛苦了，演出非常精彩。等你半天了，该切蛋糕了啊！该主角来了。哎呀，知道我这不是递刀吗？来，周正来吧，你是总导演，你比我辛苦多了。哎呀，咱就不说这个了，豆豆也辛苦，豆豆来。总策划来。嗨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完美配音是今年总策划，你们3个又是创始人，一起吧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，来，1、2、3，来，先给我们最忠实的观众。有，来，生生，来，姐姐多吃点。谢谢。看微博了没有？没有。你看他有特别多画手圈的粉丝，画了好多这个画稿，还有退圈图。我看看。挺好看。哎，怪怪有了吗？整得我像来食堂打饭的。来，我来递，食堂阿姨。还有这个。那个，大家留点肚子，一会儿咱们吃完蛋糕再找个地方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吃什么？地址我发群里啊。好嘞。别。以后吃完陪我去个地方。在这儿。到了。我是觉得观众给的反应。对啊。那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超水平发挥。稍等我一下。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个是大概是什么一个形式？
你也不是。各位好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精彩的表演，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完美的演出。我是今天的年会总策划江青瓷。江青瓷啊，是那个江老师吗？是那个大神江老师吗？各位辛苦了。江老师你好，我前几年跟您合作过一个广播剧，我配的您的徒弟，您还有印象吗？记得，幸会。谢谢江老师，继续加油。好了，谢谢江老师，特别喜欢你。你好，我可以跟你合影吗？当然。来。谢谢。我是你的粉丝，我非常有拍好了，拍好了。一下子拍给我。来，3、2、1，茄子。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。感谢江老师。江老师，来，我都忙不过来那是我的目标，我就是因为您入行的。您就是我的梦想。1、2、3。好了。它是无数人梦想的开始。江青瓷一定会是一个难以超越、不可遗忘的名字。哟，还在忙呢，王老师。王柯老师，辛苦了。等我一会儿。翟尚老师，这个可以给我吗？自家人，随便拿来。谢谢。录音棚有新的，回去给你拿。这个不一样，就要这个，有特殊意义。一会儿你得给我好好签个名，知道不？好。回去把送的再白点。哎，你们还在这？走吧，我们俩先走，然后一会儿路口汇合。一会儿见啊。别被发现了。走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们俩好了没？马上。走啦。你们说好给我打电话啊。走。小心飞向天空边缘，划过地平线，风倾听所有心愿，浮动思念。早点回家休息。阳光透过梧桐树叶，落在了少年的肩。青春之旅没有终点，一年一年。也会路过你的窗边，再奔向晴天。梦想守在相遇的起点，触碰之间。向往你眼中的世界，默契视角会实现。你微笑着，再靠近我一点点。下一集啊，去更远的未来啊，梦在彼岸也能抵达。我真的很喜欢你啊，一次勇敢的我，仰望追逐刹那烟花。我在盛夏，每颗心都盛开吧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有件事还没跟你说。说吧。我外公明天想请你吃饭。好啊。这就答应了。还能拒绝？最好别。我外公在我们家地位可高了，他想请你吃饭的话，你如果拒绝了，我不是答应了吗？
不过呢，我明天在分院有个门诊，要等门诊结束，我再过来接你。我上午没课，那我去分院找你，我们从分院过去，不用绕路。也好。这个哦。那我走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好样的，强姐。拜拜。哎，哥，董一如呢？说什么偶像退居幕后，太伤心了，就不来了。哦，哎，你这拿的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哎，哥，你跟一如说放了个东西在抽屉里，记得拿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请进。莫医生，还有一个。要加号吗？是啊。可是我已经下班了，要陪女朋友的。啊，是吗？哎呀，可是我今天早上没有挂上号，问了护士，说你每天有10几个加号，他就帮我挂了一个，让我来碰碰运气，说你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，那我就只能等下一次了。好吧，那就加一个吧。谢谢医生。说吧，哪里不舒服？我家里有几个哥哥。哎呦，他们从小就特别护着我，不让我谈恋爱。哦。所以啊，今天呢，我男朋友要来我家吃饭，他们全部都要来，还有一个在北京出差还特地飞回来呢。是吗？所以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就整个人特别的不舒服，彻夜难眠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心跳的特别快，怎么办啊，医生？你呀，这是压力太大了。对。见家长这种事儿啊，交给你男朋友处理就好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吃好、喝好、睡好，懂了吗？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医生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你一给我看完病，我整个人都好了，你太厉害了。不客气，我觉得吧，你这种症状，只要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要做心电图吗？做的话开单子，下午做；不做的话，现在去吃饭，一起。哎，我让你找莫医生签字，这是干嘛呢？莫医生约这个病人吃饭，现在
这么正式啊？初次登门，难道不该重视？我换一下。好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那么走吧。也不知道吧？没有。莫医生，要你签字的。好。好。好了。好。啊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啊，那不打扰你们了。莫医生，你先忙，走吧。辛苦。疼痛。哎，都怪你，他们还以为你约会病人。是谁先装的病人，坏我名声？你名声很好吗？那当然了，毋庸置疑。走吧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到啊？人家男朋友来家里吃饭，看给你们紧张的，一个个全都提前下班回来了。哎，尤其是大哥啊，出差都提前回来。长辈们工作忙，我们几个做哥哥的也算是半个家长了，那这事儿可不得关心一下嘛。是，小佳，哎，成年男人的世界你还是不懂。我和大哥结婚了，这男人好与坏一眼就看出来。你们看有用啊？人家生得自己喜欢。哎，不是，对，最关键的是自己喜欢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这里停车位永远都被占满。前面有个商场，旁边有个地面停车场，我们去那儿停吧。后备箱东西多，要不先搬下来？什么东西啊？第一次登门，难道不需要上门礼啊？没经验。那你先把车靠边停，我让他们下来拿。哎呀，咱俩是一伙的呀，外公。哎，生生，啊，到哪儿了？哦，堵车不堵车啊？哎，要不然让你男朋友把车停我车位上，我把车挪开啊。咱家这边哥，能让我先说句话吗？咱家这个停车的地方难找又难停，而且男朋友第一次来，我跟你讲啊，他肯定撞不。你妈紧张你第一次登门，让我打电话探究一下。怎么样？在哪里了？见着没？我这正忙着呢，你要关心，等回去再说吧。等你回来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现在在弄堂口停着呢，要不然你们先出来拿下东西，车上东西要拿下去，一会儿再说。好，行，我们现在就出去啊。现在连谈恋爱都不让打听了，怎么还不说话了？行了，我知道了啊。走，干嘛呢？生生让我们搬东西，快，来，走。不要一下子去那么多人，再把人家吓着。啊，也是。那我留下。你刚回来，你陪着吧。我带他们去。你行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走呗，快点，赶紧，快点。我跟你说，我的哥哥们可不好应付。一会儿见到人都不许笑啊，严肃一点。你打起精神来。凶啊，二哥。严肃点啊。
来了来了，快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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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许下车，你下车还肯定很多话，不许下车。就这样了吧？就这个。哥啊，这儿呢，哥，在这儿呢。哎，别看了别看了，走，干活。不打招呼吗？不用打招呼了，走。搬东西搬东西。啥东西啊？这儿停不了车。小伙子，有点意思啊。哥哥们好，一车东西就给你收买了。几位哥哥，咱先干活，先拿东西，拿，给老我。还有这个，哎呦，别看了，这儿停不了车，别看了。他们出来帮我们拿一下呀。哎呀，他还要停车。这球哪一年的呀？哎呀，老爷子别八卦，走了，三哥，走了，别八卦。那我们先去停车啦。哎，不用，我把我车挪开，停我车位上，给你们站好了。不用。哎，大哥，走了。你看都买了什么？这没戴墨镜啊，他二哥。哦，三哥。啊。往哪开？啊，前面有个商场，背面就是停车场。我哥哥他们平时挺好，就是话讲。没事。来了。外公，这位是莫倾城。外公好，哥哥们好。好，欢迎啊！坐啊！哎，你们愣着干嘛呢？给客人倒茶呀？把水果切一下。哦，想吃啥呀？吃什么？是呀。莫医生，咱们是老相识了。哦，对，你好，你好，快请坐。哎，我还没跟莫医生说话呢。你好，赵成。你好，你好，沈耀。你好，国服选手。我听说你懂不懂规矩啊？长辈在这儿呢，莫医生先跟外公聊两句啊。对，就是。来，坐。坐。外公，这个我们家生生有没有跟你讲过呀？原来我也做过医生啊。讲过，我们家也都是医生，我父母就是。哦，你父母都是医生，你小的时候就没人照顾了吧？习惯了，从小就自己照顾自己。生生啊，这个情况你都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不过他很少说这个。那你们俩应该刚认识不久吧？很久了。哦，外公，你也喜欢喝茶？喜欢喝什么茶？我喜欢喝新茶。太好了，我父亲也是。我今天带来那些东西里边就有新茶，他特地嘱咐我的。
穆医生，你平常喜欢打游戏吗？我不会打游戏。我平时喜欢听歌。小时候呢喜欢打球，但现在也不打了，怕伤着手。听歌好，我们家生生啊，唱歌可好听了。是，我知道。他歌写的也不错，我们俩认识就是从他写歌认识的。我算是他一个不知名的小粉丝吧。这就对了，我最近啊正好从网上听说这个相互欣赏的情侣啊才能够长久，所以情侣之间就应该相互欣赏啊。我们家生生呢，他虽然年纪小，但可有才了。是，远胜于我。哎，对了，莫医生，给你听一下我们家生生最近写的歌，可好听了。外公，我带他去楼上看看，他第一次来嘛。啊，好。我跟莫医生聊得正开心呢。外公，那我先跟他上去看看。好，就当在自己家一样啊，转转去。哎，好嘞。那莫医生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我带你打游戏。好，一会儿我跟你学学。哎，好嘞，坐。你礼貌吗？我说错话了？人家刚来第一天，这都问的什么问题？打你就行。你从小就住在这儿吗？差不多吧。自从外婆走了以后，几个哥哥轮流过来住。我初中之后就搬到这儿来了。哦，这边。哇。这个呢是我外公的房间，这个呢是我房间。能进去吗？很温馨嘛。这是你小时候。对。你平常就在这边去啊？对啊，我所有歌都在这边的。你看什么呢？想看你从这看出去都能看见什么？就是街道，还有别人家。这个钢琴我5岁的时候就有了。保养的不错嘛，一定没好好弹。哪有啊，我每天都练。刚刚你在楼下说的都不是真的。什么？你是我的粉丝？你不怕以后被拆穿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明明都是假的。未必。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带你去楼上看看。好啊。哦。你上楼梯小心点儿。你先上。哇，这不错呀，楼上还有个小院子，还挺惬意的。我小时候经常在这儿跳绳。反正楼下是你家，也不会有人投诉什么。投诉没有，但有一次特别逗，被人报警了。搞这么大？有一回我胖了一点，想减肥，半夜睡不着觉，就爬上楼来跳绳，跳了100多个吧，跳完之后挺累的。然后我就叉着腰想溜达一会儿，顺便看看风景。后来新搬来的邻居就报警了，他怀疑我想不开。母的，你说你也不会做饭，你买这螃蟹，这东西弄起来可麻烦了。嗨，你这话说的，不是外公喜欢吃吧？是吧，外公？哎呀，太麻烦就先别做了，等生生妈回来让她做。我一会儿叫个烧饭阿姨给她烧了不就得了？你看把你给嘚瑟的，连母的都吃。大哥、二哥，哎，大哥、二哥，要不我来试试？你试试啊。你会做饭啊？家里人喜欢吃，学过一点。这菜可有讲究，不太好做啊。是不好做，所以只能说试试。行，是，我们等着吃。哎，帮我拿一下。
生生，这莫医生很拼呐，这势必要在今晚把咱家人给拿下。等着吃吧你！把这个衣服拿出去挂。哟，走走。别扎手啊！哎啊，二哥，哎，在这干嘛呢？出去吧，别碍事儿了，出去吧。我行吗？可以了。米饭焖上啊！大哥也是，你俩注意安全啊！出去吧，拜拜。可以的，放心啊。拜拜。到你拿手的了。只有这一个最拿手吗？该不会搜菜谱去了吧？那搜菜谱做好吃了也挺不容易的，等着吃吧。外公可是本帮菜的高手，挑剔的很。我看这小子是撞在枪口上了。走吧，外公，有人做饭了。帮我盛点面粉吧。哦，忘了跟你说，年糕我喜欢吃小条的。没关系，这个用来炒别的，后面都给你切小条的。做饭呢，小心烫着你。我在给你增加难度。做饭这一关你过得太容易了，我给你增加关卡。快坐，快坐，别分心。像不像？好像。螃蟹好喽！哎呀，很不错的样子嘛。哎，一会儿您尝尝。这手艺可以啊，味儿不错啊，尝一碗。哎，洗手了没？哎，尝尝啊。哎，生生，我们去厨房里面帮帮忙。您把桌子摆好了，一会儿吃饭了。真不用帮忙啊？不用了，他已经开始做下一道菜了。你们进去反而是添乱。有啊，好，来，摆桌子，摆桌子。对，拿凳子去。这真不错啊。来喽，红烧鲳鱼。这么快啊？对啊，他做菜很快的。哦，这鱼做的不错呀。酒香草头。又来一个。葱油河虾。我，这让我喜欢。老四的红肉带啊，把酱白放在那。四喜烤麸和羊肉嘛。给我。嚯！哎，你们就让客人一个人在厨房忙啊？不是外公，是生生不让我们进去啊。是啊，外公，什么都给我们赶出来了。除了姨妈和外公以外，我第一次见有人能做出这么一大桌子正宗的本帮菜。咱们家最好命的就是生生，不但老妈会做饭，找了个男朋友还是大厨师。就你我先去。行。啊，我先去盛饭，刚好把饭端着去。表现还凑合。我们快出去吧。一会儿再洗吧，交给我们。你再不出去吃饭，我就要饿死了。好。
咱们共同举杯，欢迎莫医生来我们家做客。欢迎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哎，来啦！一如啊，带男朋友来的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知道，莫医生吧，对面医院的青年才俊，咱们店的老顾客了，我都知道。你好，我是向青瓷。过去我们见过几次的，但是我一直没说自己的网名，主要是因为……我知道，主要是怕被别人听出来以后影响正常工作嘛。我懂。你早说呀！你说我今天听说你要退居幕后了，本来我还觉得你挺可怜的，而且生生这边又有了男朋友，你这得多难呀！生生，我磕的 CP 终于圆满了！生生，别激动，不是，这不能不激动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看到你给我留的那张海报，本来我还挺难过的呢。哦，那张海报原来是他给你要的。那当然了，除了我还能有谁呀？那我是不是算家属了呀？当然算。我这一不小心还成家属了，那我请你吃喝，请你吃喝。是的话，那你多拿一点，一会儿我们去录音棚，我全都给你拿上，你都拿上吧，记我账上。那可不行啊，都得算我的。谁要是跟我抢的话，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。行，那都算你的。行，那替大家谢谢你了。别呀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咱都自家人了啊！哦，对了，再拿点你喜欢吃的那个。啊，我知道。好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一如。够了。哎，你在吃呢？
又无语了，给你加点芥末。我不要，加点芥末好吃，又好吃，小孩不会吃。在看什么呢？再看那些画手给你画的画。本来我还想给你做个画册做纪念，不过你的粉丝比我更爱你，已经在做了。朗姆的，我最喜欢这个口味了。朗姆呢，算烈酒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还觉得它跟奶香混在一起会不会很奇怪？没想到加成很大，奶香酒甜加上红提，搭这个配方的人一定是个天才。你这个声音可以给冰淇淋配广告。配过，但不是这个口味的。枪老师配的广告之多，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吧？那还是会记得的吧？做业内的顶级配音，什么好资源都优先你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分享一下。压力，完美主义上身，自己压迫自己。你想啊，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，等着你，保持水平就等于退步。每一次出作品都要向前迈一步，不然真的连自己这关都过不去。乔老师，加油！